好，这条开始其实咱有前奏啊，吼，前奏肯定有较久长，吼，会甲小提琴做伙，所以要唱进前，我互家己一个记号，咱好徛起来就好，无咱就咱做久的等甲前奏了安尼，那我们试试看，我们来唱第一节歌词，欧若转那个主兄弟。走回来。哦，罗转灵的主兄弟，做我的大军哦，以罪的挂开咱拯救，你着罗尊重，听你的话，着真理。然后第三三有小可说不同的变化，所以咱先唱一届啊哈。这回来。变化，我要像前面八角塔府城那团，他会唱他们的部分，之后呢，我们就唱传统的旋律，然后那来试试看一次。好，试试看熊熊跨过你，中心来修，主那最你的朋友。全力的手会有助你。第三节，就像这样的搭配哈，让我们知道，那今天的回应诗歌差遣的习惯，那边就雅荷花就红红花花我们会跟小提琴还有我们的部分一起来做搭配。
但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就因为伊的性命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就欢喜。三甲的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38首，学了全能的主上帝，请咱起立。
地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力领主你的上帝，这个家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像你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圣理的总分号。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互你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着安尼三听。你嘛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心，请坐。三讲来启应，启应文第34篇，诗篇146篇。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我靠君王，因一个断气就归土。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上主透放受关押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为永远做王，要称赞上主。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天地万有的独一真神。阮的骹头要跪拜你，阮的喙齿要来学乐你。主啊，你有赦免的恩，要互人来敬畏你。阮求圣神光照阮，互阮看见家己的不足，求你的保护来压卡，擦消阮的过失，除去阮一切的不义，互阮通来得到你救恩的快乐。亲爱的主，恳求你赐互阮有信心甲耐心，日日较无来亲近你。通过你的话语，互阮的性命不断来得到你的引带，行伫合你旨意的道路，生活充满着快乐甲见证。嘛恳求你，互阮时时来向你祈祷，靠你的快乐甲稳定，活出你美好的样式。也互阮会当来向你委身，将家己全然交托互你。虽然阮的人生有济挑战，但阮知你赐互阮有够野信心，甲面对困难的勇气。阮也要将你赐互阮的恩赐才能来奉献互你，互阮的性命因着互上帝来使用，搁较有价值、有意义。也真做正人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合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合该书第2章第1节，7月2日，上主通过先知合该传话讲：那你着甲撒勒提的囝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甲约瑟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以及所剩的人民讲，恁遮的摇我地人，啥物人捌看到即个殿古早的阳光？现在恁看到是啥物款？伫恁的目睭前，敢毋是啥物拢无？上主讲，所罗巴伯着坚强，约瑟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着坚强。上主讲，所有住伫即块地人民着坚强。上主万军的统帅，佮讲，着做工，我甲恁同在。这是根据恁出埃及的时，我互恁的应允。我继续甲恁同在，毋免惊。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佮无偌久，我要搁一摆，互天地海。甲大地拢摇出，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我要互万国摇出，互万国的财宝运来遮，互即个殿充满阳光。上主万军的统帅讲：云是我的，金嘛是我的。上主万军的统帅佮讲：升起的殿的阳光会超过早前的殿的阳光。伫即个所在，我要享受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愿上帝话赐互听伊的话，佮遵行伊的话人，讲道老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再现华美。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当阮搁一摆领受你的话语。愿听，愿学习，愿行动，愿你成做阮的帮衬，互阮伫每一日，阮搁较高军队你，也搁较高服侍你。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兄弟大平安。
每一个人对水的物件有一个真深的欣赏，所以有当时当咱咧问讲，伫你生命中间，你感觉什么是上水的物件的时阵，咱会开始有一款无共款的回想。这个回想会带咱进入到咱的记忆，带咱进入到咱过去所捌发生的故事中间。咱会去问的是，伫我的生命中间上水的到底是甚物？毋知影对咱来讲，上水的又是啥物？有可能是今仔日咱做伙踮伫遮敬拜，伫遮做伙咧吟诗的时阵，这是上水的印象。有可能是咱甲兄弟姊妹做伙去到伫无共款的所在，踮伫遐，咱三交陪三分享，迄是上水的。每一个人上水的记忆无共款，毋过要敲找迄个上界水的记忆，咱必须爱转到伫咱家己的生命中间，爱转到伫咱的生命故事去敲找，到底上水的话是啥物？今仔日咱读旧约，这个先知书咱就少读到，哈该书出现踮伫旧约啥物所在？毋知咱会记，咱知影无？对旧约的尾流向头前显，无久就你会显着。哈该书是上倒数第3卷。你向头前对上尾啊，向头前显，伊咧讲啥物？伊所咧讲的是，互掠着巴比伦的以色列，真无简单，总算踮伫波斯帝国皇帝的吊面下面，因会当转到伫耶路撒冷，因会当转去啊，因会当转到伫耶路撒冷，然后转到伫耶路撒冷了，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因生命中间上水的物件是啥物？因期待要看见圣殿。当因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因生命中间上界水的物件是圣殿，所以因开始要重新起造圣殿。圣殿毋是干那一栋真水的建筑物，伊搁较是一个生命的应允。所有人会当照着圣殿围垒生活，彼此斗阵，彼此协作。所以对一个人来讲，圣殿是伊生命中间上水的迄块田。伫迄块田，所有人踮伫遮拍拼，所有人踮伫遮建造，所有人踮伫遮修行，这是因生命中间上界水的画面。但是，迄个上界水的画面过去，当以色列整个的国家灭亡了后，这个画面已经消失了。所以今仔日，当因会当转到家己的故乡，开始要去圣殿的时阵，这是一件偌尼啊水的代志。毋过，当因开始去无偌久，问题就走出来啊。因拄着危机，这个危机是啥物？对遮转来的人来讲，因的经济状况毋是介好。所以开始要去就拄着困难，毋但是内在的困难，外在阁有其他的国家有敌意，准备要攻击。所以这两项物件递到伫起造圣殿的任务真紧，就拍断啊！因无法度阁继续向前。起造圣殿的任务无法度阁继续向前，但是有一群人踮伫耶路撒冷咧生活，遮个人有钱阁有势。因却咧做啥物？因嘛咧起造水的物件，不过因是咧为着家己起造水的厝、水的家园，无人要去管圣殿到底安怎。就是踮伫啊，即款状况，先知哈该接到上帝的应允。先知的任务是爱讲出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要带每一个人转到伫你生命中间上水的所在，所以当伊咧讲话的时阵，伊对遮个人讲：伫恁中间，伫恁所剩的人，恁还阁会记哩过去伫圣殿是偌尼啊花美无？恁还阁会记伫讲过去的圣殿是偌尼啊水无？所以现在恁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现在你发生了什么代志？为什么恁无爱阁继续落去？所以上帝继续要邀请咱大家
爱坚强，爱努力工作，因为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咱对埃及出来的时阵，上主捌甲咱立约，伊要常常甲咱同在，所以毋通惊。这是合该的服侍，伊用规矩要带兄弟姊妹转到伫上主的应允，用规矩要带兄弟姊妹转到伫上水的所在。所以，当咱每一摆来到伫教会中间咧听上帝话语的时阵，咱是咧领受讲，这个话语要带咱转到伫咱生命上水的故事内面，带咱到伫咱的生命甲上帝相结连的事。咱听见伊的话，咱听见愿望，咱听见立约的上帝永远袂放弃伊的子民。话语的华美唤醒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愿望，咱咧敲吹生命中间上水的圣殿。毋过，毋是干那话语尔，圣殿阁有啥物意义？圣殿是一个记号。圣殿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也带人进入到咱上水的记忆中间。圣殿毋是干那看会到的物件，圣殿阁包括是上帝踮伫遮临在的事实。因为上帝的临在，上帝踮伫圣殿中间的临在，咱建立应该爱有的特殊，咱建立敬拜，咱伫遮会当团契。会当服侍，会当彼此协作，这是合该要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想的问题。当咱转来到耶路撒冷，当咱转来到耶路撒冷，咱要敲吹迄个生命中间上水的，毋是干那看会到的圣殿尔。迄个上水的物件是咱对这个记号去看，咱对上帝的信心是啥物？咱要去敲吹生命中间上界华美的物件。所以，当咱会当三主日踮伫礼拜堂中间敬拜上帝，咱会当吟诗，咱会当服侍，咱会当敬拜，这咧讲的是新约的记号。这个记号是上帝踮伫遮临在，组织咱成做一间教会，成做一个信仰团体，也踮伫遮写一代搁一代新的故事。合该带以色列去看新约的记号，圣殿是一个记号，是提醒咱会当经验上帝的恩典，是咱整个教会、整个军队耶稣的人会当搁一摆领受呼召的时刻，也是咱写新的故事的时刻。所以，咱来到教会，咱看见什么记号？东门巴克利纪念教会，这是记号。东门巴克利纪念教会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带咱知影的是，毋是干那看会到建筑物。这个记号带咱所看的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三主日做一会，咱会当踮伫遮写一代搁一代的故事。巴克利嘛是一个记号，伊丽莎白嘛是一个记号。所以今仔日下晡，咱要举行伊丽莎白纪念礼拜，咱要看一本册。咱要看巴克利献新闻，这是记号。记号带咱转到伫咱生命中间上水的迄块田。伫迄块田，咱学习打拼，学习付出，学习将咱的生命放伫遮，嘛踮伫遮，咱要向整个世界讲永远的故事。今仔日嘛，毋拿这个记号尔。他带咱听见八角塔府城合唱团，甲咱三服侍的时阵，咱有看到另外一个记号无？八角塔是一个记号，但是这个记号啥物意思？咱知影无？八角塔的记号所咧代表的是过去踮伫东江中学，踮伫东江中学。因所建立的建筑物，踮伫遐宣教师所建立的建筑物，正做东江中学的精神，正做因的象征。咧讲的是啥物？所咧讲的是长老教会
用合唱的传统来宣扬上帝的记号。所以，当咱无论参与点伫八角塔，也是咱会当甲八角塔三角敬拜上帝的时阵，咱所咧讲起的故事是整个长老教会自过去到现在共同用合唱咧宣扬上帝恩典的记号。当八角塔甲东门结合的时阵，其实阁有另外一个记号，迄个记号是王明仁牧师。迄个记号是王明仁牧师。王明仁牧师本身就是东江中学所毕业，然后踮伫伊咧读册的时阵，伊担任东江中学男声合唱团的指挥。当伊成做牧师了后，伊一生推动教会音乐的事工，为着要带兄弟姊妹唱出上赞的诗歌。所以，当咱看到这个记号的时阵，咱所咧看的是啥物？是看见一代搁一代的人认真回应上帝的呼召，用上帝所赏赐予伊的恩赐，不断地更新的故事。王牧师用伊的性命，用伊的恩赐来推动教会音乐。无论是八角塔，无论是咱的教会，正做一间唱歌的教会。咱所咧宣扬的是上帝的新歌，永远踮伫咱中间。所以咱受上帝邀请，正做一个敬拜的团体，咧起造一个新的圣殿。这个圣殿是啥物？这个圣殿毋是看会到的，更加是迄个看袂到的圣殿。然后学界讲，你知无？这个新的圣殿要赢过旧的圣殿的荣光，新的圣殿的荣光要赢过旧的圣殿，上帝的子民要踮伫遮过着和平繁荣的生活。这是上赞，这是敬拜，这是咱对记号看见水的物件。咱对话语看见水的物件，也对记号看见水的物件了后。上帝会继续引带咱，邀请咱去看一项事：咱的性命敢会成做水？咱的性命敢会成做水的画面？有画语，有记号，先伫咧邀请咱问咱家己：咱所信、所传、所唱、所行，敢会当彰显性命的华美？自过去到现在，咱捌行过一切，咱捌看见上帝的水，嘛推动咱一生行伫起造圣殿的道路。这个田要怎样恢复灿烂甲光明呢？一个真出名的作家，叫做杨斐利。这本册伊的名叫做《找恩典的人》，出版社邀请我写推荐。所以我真认真甲规本册读了，这是伊家己咧讲家己的故事。伫伊中文的开始，伊用一个真精彩的主题，伊落一个题目讲：莫互过去成做现代的暴君，别让过去成为现在的暴君。这是伊家己的告别。伊咧告别讲，伊写册。为着要重新讲家己生命的故事，伊踮伫一个无老爸的家庭中间成长，伊踮伫一个伊一生中间甲伊的兄哥一直咧冤家，伫伊一生中间，伊不断咧忍受来到伫遮做礼拜，感觉足无聊的。伊踮伫学校中间受到霸凌，伊也有种族歧视，伊全部咧写生命中间艰苦的代志。毋过，当伊家己做见证，伊咧写册的时阵，若亲像一个新的特殊进入伊的混乱中间，搁一摆带伊的生命甲上帝相拄，恢复生命的华美。伊安尼讲，咱无法度改变过去，但是咱会当阻挡过去成做现在的暴君。所以，敲找答案的旅程，
伊用这个题目讲，咱是找稳定的人。去做圣殿是稳定，去做圣殿是咱的生命重新受到塑造。当咱行伫这条路顶面的时阵，咱行伫一个互稳定所掠条的路程。伫我所写的文章咧推荐这本册内底，我安尼写：咧每一个咧超找信仰的人，拢期待讲，咱生命中间一切的困难会当互上帝真奇妙的稳定来解决。毋过，真实的状况通常毋是安尼。正做一个宣讲会议的牧师，嘛定定会去期待讲，每一个听道理的人会当受到信息所目着。毋过，伫这个作者伊的文字，带咱去看见啥物？伫咱的信仰团体中间，永远会看到有的人受到病痛所艰苦，不但无得到医治，颠倒互信仰的语言伤害了搁较深。伫每一个信仰团体，咱嘛会看见，因为家庭失和、冲突不断的翁仔某，为着民主，会踮伫教会内面，装一副啥物代志拢无的面貌。因为父母的管教、叛逆的青少年，会选择要逃走，选择无想要搁继续踮伫遮。因为生活需要，所以不得不顺服踮伫宗教体制的牧师，嘛会选择讲一寡连家己拢袂相信的话，为着要维持教会运转那尔。这是真实发生踮伫咱中间的状况。毋过，这本册带咱咧看的是，就是遮的混乱，就是遮的罪恶，就是遮一切看起来遮尔污秽甲垃圾的事，咱经验上帝的拯救。所以，咱是找稳定的人。对过去，对记号，咱咧超找生命的华美。当来到伫咱的生命，咱去体会讲，上帝啊，你要怎样带咱行一条重新起造圣殿的道路？然后，这个新的圣殿要赢过旧的圣殿。这个新的圣殿的荣光要赢过旧的圣殿的荣光。当咱会当游玩自己踮伫教会，咱带着家己的罪恶，带着家己的软弱。当咱会当搁一摆三自己踮伫圣殿咧敬拜、咧吟诗的时阵，咱是有稳定的人。而且这个稳定，带咱看见生命的水，咱会当得到勇气，去听、去陪伴每一个已经破碎的灵魂。咱会当去理解，有真侪人因为对教会失望，所以无想要搁领受上帝。但是当咱尽中伫遮宣讲，尽中踮伫遮咧学罗上帝、咧敬拜的时阵，咱会亲信，咱的脚所踏的土地，要恢复上主的荣光。这个荣光要赢过旧的一切，再现华美。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再现华美。我的心内底有一块田，众人伫遮种造，齐心灌溉，牵手修成的美好。但迄块田无人想要管。受到放杀，受到忽略，无阁有法度攻击养分。朋友啊，恁敢还阁会记哩家己甲迄块田的约定无？恁敢阁愿意转到伫骹掌所踏的所在，去做永远徛起的所在无？来吧，咱要再现华美。再现欢迎，再现生命，
互即田再灿烂、再美笑、再唱出新生的歌。咱徛起伫遮，咱听上帝的话，咱也不断因为上帝的记号、三字节，成做一个信仰团体。咱的性命要唱出新的歌，咱拢是找稳定的人。请咱同齐来祈祷。主，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的时阵，阮知你带阮当到伫水的所在，当到伫水的基地中间，邀请阮起造属于你的圣殿，也互阮知这个圣殿毋那是看会到的，更加是看袂到的价值。伫这个记号，阮知你一直存在，你一直甲阮同在。邀请阮，互阮超找你的恩典，互阮知你永远甲阮同在，互阮所起造这个新的圣殿，要赢过旧的圣殿。这一切的华美，要充满踮伫阮的生命。虽望有时阮的生命是软弱，是误会，毋过你赢过这一切。你互阮的生命唱出新的歌，你互阮的生命恢复阳光。愿主你踮伫遮，正做正人的愿望。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现时，咱要邀请八角头呼声团来为咱献诗。
大家平安。真欢喜啊！府城八角塔会当今日来到大门教会做伙来教会做伙礼拜。我相信透过牧师会讲到，互咱知影，咱这教会是一个爱应该的教会。同款咱对了教会，也是一个唱歌有传统的教派。我相信这是上帝互咱的稳定，就是像牧师讲的，咱定调这个稳定，继续来甲它延续落去。府城八角塔是延伸里在台北的男生合唱团哈。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已经成立有超过10年的时间，他们的努力有走过很多，也出过唱片第一张唱片是入围金曲奖第二张唱片就真的得到金曲奖最后这一张刚出来的是基督世主新拍的新录的唱片。八角塔也是一个上帝所起造的所在，以从淡江中学开始，这个传统延伸到这些孩子到现在。所以已经用上帝所创造的音乐，不管是拉丁文还是现代西歌，以国家音乐厅、魏武营、跟各县市的一级演奏厅来演出，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奖牌，而是为了上帝被世界人而在看见。所以台南的府城合唱团在今年时阵我刚成立，所以台北有10几年的成绩。我们就说，那我们试试看来南部，让我们插旗看看。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本来是要演算亲像台北的，赶快有10部合唱团离南部会当来，赶快来延伸。他们对我来讲是真正的挑战，人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我们转动不一样的契机，因为我们知道要让音乐继续个唱落去，所以我们成立了混声合唱团。所以第一个礼拜只是招一个男生的合唱团，在第2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试试看变成混声合唱团，就有将近32位来报名。所以里面当中有教会的牧师、师母、老师，还是在机会。所以同样的面孔，可是相信的，同样的我们有同样的信仰，要继续把歌唱下去。所以我感恩歌嘞。那么是要讲最简，除了一个很好的合唱团了最主要的要把上帝的声音传给世人，而再听一次。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讲，万金嘛合唱团包括指挥总共有40个人，然后还有我们有专属的，还有一个行政人员，所以有41个。所以我们成立才半当的时间所以做眼睛我嘛做眼睛。大礼拜爱对台北坐车，爱塞车来遮训练伊。伊互我看到伊的精神是出席。我说一定要出席，没有出席，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变。所以上次我们有在这个地方为了传道会来献唱，我觉得很高兴。后来有团的书，还是无书长啊，听讲哇，有这个团体佮继续唱歌的时阵，这是耶和华的声音。款要真做耶和华祝福满满的管道，所以我感谢南东门教会和府城八角合唱团能够来这里献诗，这是互阮的真好的机会来互阮的学习。希望你继续为阮来鼓励，阮单成立半当，当阮愈唱愈好，就像钻石一样，慢慢的雕琢，直到那个地方是值得来的地方。好最后一条歌，我们唱一条《凡你的脚所踏的应允土地》。这是耶和华要赏赐予你，但日生活就行出主的命令，主的恩典拢要予你。互阮的声音会安慰着恁，还有同款咱会抓着上帝，互咱的恩典永远成做伊的子民。主
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也请为着八角塘府城合唱团因的事工来奉献。几项教会事工的报告。好，请咱来看咱今仔日几项的消息吼。今日感谢咱北角塔的府城合唱团来到伫咱中间，咱搁一摆拍谱啊，感谢因的服侍。好咱北角的圣经学堂的范围到伫马可15章第1节到15节，所以欢迎咱踮伫拜三暗暝当做伙来看吼。即礼拜是步会周，后礼拜咱要召开中职会，所以请咱的中职同工会当注意遮的时间。好嘛请咱会当踮伫后礼拜进前将咱的迄个事工行事历吼，马尼多的事工行事历来交互事亲这边。好，今仔日下晡3点，咱要伫教会来举办伊丽莎白纪念礼拜，所以邀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当做伙来参与。礼拜煞伫遮礼拜煞以后，咱会煞到伫对面。咱的历史小组点伫迄个伊丽莎白纪念礼拜堂的门口有一个迄个说明牌，所以咱会点伫遐来举办迄个，咱会点伫遐举办一个揭牌的礼拜，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今仔日下晡3点来到伫遮，嘛特别点为着要纪念咱设教120周年，咱也要已经出版这本册，就是北角的牧师夫妇的文集《福尔摩沙的好调》。
啊，咱的教会拢会当踮伫办公室这边，优惠价就是250块来购买。啊，这本册内面有2个部分，头一个部分是巴克的牧师家己所写的，啊，这是伊踮伫要过身进前，伊到伫年老的时阵所写的这个部分，为着要重新来回顾伊宣教的脚迹，也邀请英国的教会来关心台湾的宣教。啊，另外一部分是伊丽莎白牧师娘所写的六封批，这6封批为着要鼓励英国的青少年甲青少女来了解讲台湾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伊望因会当三甲来关心宣教，所以这是一本讲宣教的册，邀请大家咱会当做伙来，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购买这本册。好，啊，今仔日咱有新的来宾踮伫咱中间有青南乡的大姐夫啊，李姐夫因做伙伫咱中间，就是鼎泰兄惠芝姐啊，瑞章兄甲丽珍姐因踮伫咱中间。哦，这也是我踮伫美国的教会所熟悉的朋友吼，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相见面。啊，新园边还有一个朋友，对不对？对台北来的年轻人。好啊，毋知咱还阁有新来的兄弟姊妹伫咱中间无？哎，后壁迄边有，后壁好。好，咱做伙欢迎因会当来到伫咱中间。好，啊，等下礼拜刷以后，咱会当继续交易。咱三个来做伙读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摆，煞则请咱大家做伙来读2摆。上主万军的统帅，佮讲，升起的电会阳光。会超过早前的电的阳光，伫即个所在，我要守护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请咱做伙来读2摆，请。上主万军的统帅，升起的电的阳光，会超过早前的电的阳光，伫即个所在。我要守护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合解书第2章第9节，搁一摆。上主万军的统帅搁讲，升起的电的阳光会超过早前的电的阳光，伫即个所在，我要守护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合解书第2章第9节。这是请咱三个来吟祝福册肯的诗，耶和华祝福满满。
齐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阿门。Hallelujah.